大地震了后，大家拢真关心这楼厝的安全。台南30年以上的楼厝就30万栋，违挪建筑物的数量是排伫咧全台湾第3名。市政府就惊这旧城区早期起的建筑物被砍入地震，就推测这违挪重建计划，不论是贷款还是税厝等等，拢有优待。 今日这栋真有历史感的透天厝，经过整修，内底变甲真清旧。像安尼有30栋以上的楼厝，伫台南有超过30万栋，数量是全台第3。房地产的中人讲，即摆若要买一栋全新的厝，对少年人有困难，有人就会选择买中古厝来住，嘛有人会甲改建成旅社做生意。近来中古厝成交量增加3成，薪水无讲足悬。 啊，买厝要欠钱，有淡薄困难安尼。当然嘛是介意爱全新的啦，啊，毋过若无钱会使买中古的。即摆新厝拢3000起跳，啊，中古厝的话1000以内就买会到啊，啊，看大细间。 即摆一间涂骹坪的行情爱30几万。台南早期伫咧旧城区起的建筑物，耐震能力无真好，市府考虑安全性，煞危险甲老旧建筑物重建计划。统计这4档申请老厝重建有271案，4619户，案件有哪来哪济。不过物料逐项起，可能会影响厝主重建的意愿。市府祭出优待措施，除了结果安全初步评估，补助12000块。另外厝税 上悬通有12档减半。啊，菠菜我做，我开拢无收钱。啊，若是讲即摆地震，这恁这个有影响着？哦，有影响。那奖励就针对建筑物的容积，减免的部分是针对税务，在重建的之间它是全部免税。那你盖完以后，它免税1/2。 由台南市建筑师工会组成维诺重建辅导团，和结合各地建筑师事务所，今年已经有57个工作站，通互民众便利申请。虽讲楼厝重建爱家己出钱，不过这阵有优待，民众总是当加减省一寡成本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